哥，别，哥，别，哥，别，刘刚，说，为什么咱们派警察？我傻呀，这事儿我不明白。他们警察人多，枪多。我知道到嘴的肉不吃特别难受，可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些肉太贵了。明白了。不说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，卖东西赚的，东西哪来的？偷的，从哪偷的？别的地方你不熟，这儿你最方便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明你现在还在我卖刀上偷钱，你还有一条通道没告诉我，你怕告诉我了，倒腾东西的事就败露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杨队长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你如果不把另外的通道告诉我，你这就是帮倒。我是特警，小偷小摸的事儿我不管，你隐瞒通道不说，这事儿就大了。里面要出多大事儿，我就让你担多大的罪，你信不信？赶紧的，放上吧。我发现这个。张亚楠，女，40岁，聋哑学校的校长。后田石聪。刘思涵，女，18岁，学生，有语言障碍，听力正常。张璐，女，9岁，聋哑，并且带有先天的哮喘病。孙楠，男，14岁，哑。刘丽，女，28岁，聋哑学校的老师，听说能力健全。王丹丹，17岁，女，聋哑。赵阳，12岁，女，聋哑。孙鑫，15岁，女，聋哑。这个就是全部的人质的资料。大家都看见了，这就是我们要营救的8个人质。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人质的命运不是在绑匪手里，而是在我手里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牢牢地记住所有的相关信息，牢牢地记住绑匪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。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张妈妈，我刚才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露露永远都不会死。露露的爸爸妈妈一直在保护你。是刚才的那个叔叔救了我，我应该去感谢他。你怎么还不信？他们是坏人，刚才是老师救了你。你骗人，是叔叔救了我。他们是坏人。你骗人。我说你真不接啊！接。我是付斌，等你的电话可真不容易。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我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？不是，我想知道人质安不安全。你的意思是我要的东西，你的上级不答应？啊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汇报过了，他们还在研究。研究什么呢？给还是不给？还是什么时候给？我就是想知道，人质还安全吗？转移话题是吧？我没有。那就是拖延时间吗？不是的，
知道你心里想的是答应了又做不到，如果做不到就会失去我对你的信任，然后就会开始杀人，对吗？对。这说明你还很诚实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人质目前都还活着。太好了，这说明我们都不想死人。错了，是你不想有人死，我不过是不想失去筹码罢了。我宁可杀你，也不愿意杀人质。我很担心人质的安全。刘康，他的习惯可不太好。看来你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。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你。我还知道你喜欢看美国大片。是吗？那你喜欢看哪些美国电影？让我听说，我比较喜欢看破案、警匪片、恐怖片。爱看美国大片的人多了，跟我们要谈的事有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忘了我的条件。我也没忘。3把 AK-47，500发子弹。AK 很好用，但是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。还跟我兜圈子是吧？行，我马上让你明白，你错。喂？我就应该跟他说东西在路上。现在他真的要杀人了。那也不能让他认为你没有诚意。那可是他要真的杀人怎么办？我知道，这你的工作。我杀人怎么办？老姜，快来！什么事儿？你不会是要杀了这个孩子吧？这孩子有哮喘，对我来说是个累赘，杀了他正好可以表明态度。你答应过我不杀人的，为什么反悔？因为你先欺骗我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从头到尾你都在骗我。记着，这个孩子是因为你死的。你说，我骗你什么了？你说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你是怎么欺骗我的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没想答应我的任何条件，不过是在拖延时间。课本上的知识害了你，导致我对你失去了信任。好，我承认，我是骗了你，我错了。但是你也应该明白，我不是那个能做主的人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说了算的那个人还在路上呢。我对你已经彻底失望了。
面对一个快要死的孩子，你却还是撒谎。我马上就会让你明白撒谎是什么样的下场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不懂，有人懂。说了算的人就在你身后，叫江约成，对。行，为了让你和你身后的那个江约成明白，我必须杀了这个孩子。你等等，我想到了一个惩罚我的方法。你让我来替这个孩子。你想当英雄啊？可是我不想让你当。不用太难过，记着，不是你害死了这个孩子，是江约成。我们错了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是谁呀？临江市公安局1级警督江约成。我来的晚，事情都发生了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那孩子怎么办呢？刚才是我嘀咕了你。其实啊，这孩子杀不杀，你已经让我明白了，你不是一般人。这样，给我个面子，我年纪大了，赏我个脸不丢人。李文，面子我改了。我要的东西呢？首先，我谢谢你。跟你说实话，你要的东西我没办。我提个建议，咱们商量。我建议我们都放下电话，好好想一想。咱们国家毕竟不是美国，3支 AK-47，500发子弹，毕竟不是儿戏。而且就算我给你了，你觉得你拿这些东西能冲出去吗？你说呢？不如这样，咱们有聊的时候谈点实际。这会儿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到这会儿连口水都没喝呢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坦诚，能给的我一定给，给不了的，就算你杀再多人，我也给不了你。你说我说的实在？你确实很厉害，一会儿给你电话。李文，以后在关键时刻别打我枪，行吗？我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到关键时刻不杀人，尤其是孩子。我没想杀他，可是如果我犹豫，会让我们失掉一次交易的机会。什么交易？不就吓唬人的吗？枪咱有，子弹也够用。那你想过没有，江约成为什么不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？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他知道我们在窃听他们？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而且，他在拿这个麻痹我们。这几个人的身份材料什么时候获取的？过程中传过来的，窃听环境，所以我也就没敢说。你在窃听环境里把我逼到死角，不仅仅是为了抢主动权吧？还为了让你把我介绍给武阳。不可能，他们不会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技术，而且我还真不跟你吹啊，就我的技术，那绝不是一般人能破得了的。我相信你。李威是信息工程学院毕业的硕士，他是电脑高手，他比我大几届，是我的师兄。如果这个案子是突发的，黎威这个人物在这儿变得很奇怪，没有前科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你们会相信这样的人会参与一个低级的抢劫案吗？那麻烦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现在电脑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应该？不可能啊！怎么会呢？你刚才真的能肯定武阳不敢杀人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，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人，而且武阳这种人
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手里的筹码。不可能的，信号彻底被掐断了。看来和我推测的一模一样。你要这么说，他们应该早就知道我们在窃听了，而且利用这一点来麻痹我们，把谈判筹码降下来了。不，他们要这么玩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应对的办法呀？提高条件，看他们怎么办。没用，他们不会承认的。咱们只能装糊涂。那就认输了，你说？当然不能认输。我想他已经意识到已经输了一招。如果武阳恼羞成怒怎么办？我们先怒，反咬一口。怎么样？想好了没有？什么想好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让我丢尽了面子。你直接叫出我名字，说明你窃听很久了。如果你那么没有诚意，如果你觉得我真的不配来跟你聊，我现在就可以撤。停，着急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刚刚开始。既然你都知道这是刚开始，那不如我们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。我提个建议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坐下来面对面的，心平气和的、开诚布公的聊一次。那你的意思是想和我面谈？坐下来我就会显得轻松一些，对吧？也不至于让我在我的领导面前再丢人现眼了。你说呢？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细节没聊呢吧？让我跟你谈细节的前提条件是，我相信你。多疑就是信任最大的敌人。你都听了这么久了，我相信你应该对我的为人应该有所了解了吧？我有个问题，我想请教一下。你们一个银行结案，能计划得如此周密，而且还动用了电脑高手，这个其中的玄机我有点看不懂。有太多事情你不懂，我没有必要一件一件都告诉你吧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怎么了结这事儿？原条件不变，再加上一架直升飞机。越境，这有个问题啊。那边要没人接应的话，你会面临遣返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在国内就把这个事情搞定，你说呢？你不会幼稚到要跟我说什么什么减刑之类的屁话吧？我没那么可笑。但至少我可以满足你死前的一些愿望，我说的没错。有意思，跟你谈话真是挺有趣的。我越来越喜欢跟你聊天了。我是不想看见死人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。别说那些肉麻的话，我希望你清清楚楚地记住我要的条件。下一次通话，我要见到我要的东西。当然了，我也知道没那么快，你也有上级嘛，我可以等。好，我尽力。挂我电话。想牵着我走？如果要是真能逼他出来面谈，我们就好办多了。那行，我破坏你的节奏。说，江一成，你胆子够大，挂我电话。我是怕我太啰嗦了，让你觉得我没有诚意。不会，怎么会呢？我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真诚。希望你记住现在这个时间。刘康，把人带到窗口。江一成，看着窗口。记住这个女人的脸。第一个死者就要出现了。不说话，够沉着的。我喜欢你这种冷酷无情。不过我特别想知道，如果人质死了，你还能这么冷静吗？老师，我们都聊这么融洽了，你这么做还有必要吗？
快来看，有力出现在窗口。警察，看看我在干什么！什么情况？绑匪开枪了，里边的情况不确定。老姜呢？谁让你开枪的？老姜现在状态非常不好，我都怀疑他能不能挺得住。你一定要多帮帮他。可是，如果人质真的……我们会搞清楚的。现在切入口已经找到了，我的人正在做突击准备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到入口有一段路，绑匪是看得见的，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拴住他们。记住了，我这边跟你们必须要通过。明白。等我布置完，我会马上跟你联系的。是陆局，你来汇报情况吧，顺便了解一下月月的情况。喂，我是付斌。他抢我枪，枪就走火了。走火了？走火没打死你呢？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这个女人在你眼里比我值钱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打死她！是他抢你枪，还是你先惹他？你给我搞清楚，在所有人质里边，只有他会说话。他有多重要，明白吗？如果非要在你们两个挑一个去死，我一定选你。你什么意思你？希望你没给我惹祸。喂，现在很清楚我的态度了吧？你让我很失望。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人质要出现伤亡，我就下岗。别因为我挑了你跟我谈判，就拿一走了之要挟我。没办法，人质要死了我就下课，这就是游戏规则。谁说人质死了？刚才只是走火。那你的意思是人质没死？我就说喜欢跟你谈吧。我喜欢聪明人。能让我听听人质的声音吗？你要是不信任我，那就没法谈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听见人质的声音。多疑是衰老的表现。弗洛伊德曾经说过。你别跟我聊什么弗洛伊德，我现在要听人质说话。我说过，刚才是走火了，你应该听得很清楚。换你，你信吗？你那么谨慎的人，会在这个关键时候走火？真相就是难以接受啊。这样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：要么让我知道人质还活着，要么换个人跟你谈。作为谈判官，任性可不是个好习惯。我没工夫陪你这瞎聊，我坚持要跟人质通话。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啊？我让你知道他没事不就完了吗？大局，你是陆夫人。月月还没醒，但状况挺好的。你要不要给林丹打个电话？我打个电话。
喂，江先生。哎，林丹，月月醒了吗？哦，还没呢。月月醒来之前，我可能赶不回去。这样吧，我建议你把她交给我的同事。这样对孩子不好。他醒来会更加恨你的。我觉得你就把他先留在这儿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月月这孩子现在正处在叛逆期，而且刚刚失去母亲，我想他一定心里很难受。张先生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肯定会照顾好月月的，你就专心工作吧。那什么，我同事还在吧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他们在，你要跟他们讲话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，好吧？有可能不是我接，我同事接，没关系，你都可以跟他说的，他可以转达给我。好。老师，琉璃在排霜。B 组就地隐蔽 ，A 组监控。看来你下岗的问题解决了。对，我可以留下来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随时会变得不冷静。希望你我的合作能一直让你保持冷静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我正要跟你谈这事儿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会答应我的要求。我是来谈判，谈判讲究的就是实际。实际情况是，人质的命都在我手里，还不如说你的命和人质的命拴在一起。步兵，我们要穿越包路口，你们要想办法让绑匪和人质离开白霜树。我的条件你们应该很清楚啊。你要的东西是谈判的开始，不是结束，更不是结果。我不明白。既然我要的条件你满足不了，你对我还有什么用呢？你很清楚我在这儿的作用，而且你心里也特别明白，你要的东西我们给不了你，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折中的办法来处理好这件事情？如果我杀掉一个人质，还要不要找折中的办法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蠢事，而且你也知道干出这种事的后果是什么，所以我提醒你，不要让你的人和人质在窗口晃来晃去的，那样的话我的人也会紧张，也会走火的。差不多了，离开窗口。A 组立刻穿越。救命啊！一涵，警告式射击，掩护为主。向右手！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管好你的强奸犯！你要出警，我要的是人质啊！出了什么状况，大家都会死得很难看的。告诉杨旭，穿越意图没有被发现，到位后立刻运动。杨旭，怎么样？外面有枪声，警察叔叔来救我们了。太好了。大家都不要怕，警察叔叔在外面，大家和我一块儿冲出去。悄悄的，乖乖的。喂，干嘛呢？啊！往哪儿跑？往哪儿跑？
看看，进去，跟我进去，进去，快！看好了，看好了，别让走！让给我，不要给我坐一下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想打死我！谁开的枪？啊！知道吗？我拿命在跑！把他们弄了，他们要发起进攻了。穿越成功，已进入厂区网点区域。刘伟，我那边什么情况？地图已经到位。杨旭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已经找到张大帅说的入口了，正在勘察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瞎比划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他们会把我们都杀掉。他们都是杀人犯。哎，哎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我跟你们说话呢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！我最后再跟你们说一次，谁要再不听话，再闹事儿，我就真的开枪杀了他！别再逼我了，我现在真的很烦。他刚才对你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要是不听他的，就打死我们。不能让孩子们死在这儿。警察会来救我们的，我们必须要安心等待。”
康，别因为人质影响我们的交易，必须先安抚他们的情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德康，不好意思，真诚点儿。刘老师，不好意思。刘老师，校长，我来呢是想说声对不起，耽误你们这么多时间，真的很抱歉。既然能碰上，也算是种缘分，咱们没必要对着干，对吧？只要好好配合我，我跟警察的谈判就会很顺利。那么你们就能出去了。我们什么时间能出去？那要看你们配合的程度，应该很快。看着我干嘛？不相信我？校长，信任是相互的。我们商量好的事情，每一样我都做到了。你呢？为什么带着孩子跑？因为不相信你。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万一孩子出了意外，责任是谁的？我承认，我也会有责任，可最大的责任一定是你，因为你不配合我。校长不是这么想的，我们时间真的很急，晚上还有一个演出，孩子们都排练了很长时间，我们不想让孩子们伤心，所以演出。明白了。其实我呢，也觉得把孩子关起来不太好，确实很可能会让他们的心理受到伤害。我小时候就经常被我爸关起来，所以搞得我现在脾气也不是特别好。要不这样吧，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这个地方又很宽敞，我们可以做很好的观众，让孩子在这彩排，好不好？只要你们好好配合，我一定尽快让你们出去，说不定还能赶上晚上的演出。老姜，这个地方离目标仓库不远。如果张大川没说错的话，这是一条很好的进攻路线。老姜，这个地方离目标仓库不远。如果张大川没说错的话，这是一条很好的进攻路线。
露露演的真好。张大说现在没有撒谎，我们正在进入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很好，我会尽量给你创造进攻的机会。给我半小时，我保证做好一切进攻准备。刘老师，真觉得不解气，就把班尼抠着，打他一下，应该气儿就消了吧？别怕，来，要不然我帮你数，1、2。好了，刘老师原谅你，谢谢刘老师。李威，送刘老师回去。道歉了。别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刘丽身上。如果你不把他逼急了，他能玩命。人在紧张状态底下很容易受刺激。那警察已经开枪了，已经骑着我们脖子在拉屎了，那我们打死个人不行吗？没好处干嘛杀人？动动脑子想想。我提醒你们啊，那个校长知道咱们在说什么，他不是能拿人吗？又骗我们！他会独锤。走了吗？他们走了。很好，大家和起来。说不定我们可以从这里逃出去。这里能通向外面吗？有新鲜的空气吹进来，一定和外面某个地方连着。只要能打开管道口，一定能想办法逃出去。外面现在全是警察，我们应该安心等待。不要对话。我知道是你的人先开的枪，我也知道，起因是因为我的手下。他确实很欠揍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算扯平了。我们必须寻找机会自救，不能坐等，早一分钟离开，早一分钟脱离危险。可是他们很狡猾，我很害怕。我们真的能活着出去吗？知道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不会放弃。我知道我们压力都很大，但这种事情要一再发生的话，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好处。好，你能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这样吧，咱们开始谈谈接下来的事儿。我要的东西怎么样了？你不用回答，我来说。你当然不会给我枪和子弹，当然我也不会放弃我自己的权利。我
30分钟。你如果没有什么太好的条件，我就会开始杀第一个人质。从大到小，以此类推，你可以安排人质的家属来收尸。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呢是说得到做得到的。这个难题交给你处理。怎么办？大家记得，从现在开始，30分钟之内，不要跟武阳有任何联络。我们把时间拖到他规定的最后时间，再按步骤交换人质。德刚，30分钟之后，如果警察不交易，杀了那个小孩。等等，我们有希望逃出去。我去看看，大家在这听话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。你要小心。柳丽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和他们交流的人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出现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没有机会的时候要忍耐，要忍耐。我知道。现在那个培农场的胶带弹还在路上，已经没有 AK-47了。武阳要的不是这些，那他要什么？还不知道，所以我得逼他说出实话。如果在30分钟之后，这个他们没有达成交易，那他真的杀害人质怎么办？那都是绑匪惯用伎俩，这说明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处于下风，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合适的理由，他们一定会接受。你想好合适理由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怎么为杨旭创造进攻的机会啊？思涵，不要担心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听刘老师的话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冲动。等我。小心。知道。
老陆，这事发突然，谁都难免。是够突然的了，局长突然开会，抢劫突然变劫持，那局长的航班就突然延误，怎么这么多突然？这个郑大厨还挺谨慎，这墙是他砌的。不对，有瓦斯，马上撤，快！干我们这行，死都可能是突然的。我们当领导的，我们得先稳住。老蒋，我不是怕死，也不是怕担责任。你现在是人命关天，我没经历过。你现在让我替那些孩子，我二话不说。但是你现在让我是决定进攻谈判，我没底。你以为我有底？我看你呀，就比我有底。我没底不行啊！我没底，这8条人命就没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有把握吗？你说呢？但我必须得告诉你有把握，我还得告诉我自己有把握。我没把握不行，我没别的选择。明白了，没有退路。我是个政工干部出身，就刚一上任不到半年，就遇到这么大案子，局长又不在家，我整个赶鸭子上架，什么都帮不上。别这么说，你这100多斤戳在这儿，就是对他们的威慑，就对我的帮助。你要不在，我的心里也大过。东西。弟弟，你别担心，也许很快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你别骗我了，我知道来不及了，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还不一定。来，咱们把东西抬过去挡上。来，大家都过来。大家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能往这个地方看，一眼都不能，否则会害死校长的，明白了吗？地道里瓦斯怎么回事？瓦斯？没有吧？我上次去的时候，上次什么时候？上次是哪天？你们不是说不管这事？快说哪一天？大前天。下。哎，杨旭，那个瓦斯是大前天开始泄漏的。这就糟了。如果是前2天开始泄漏的话，瓦斯的浓度说明它泄漏的速度非常快，而且破口很大。以这样的速度下去，瓦斯的浓度会让地道成为一个巨型炸弹。那样，瓦斯事我来。你来？我打仗不行，后勤我是内行，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搞定它。
杨旭，陆局说他来搞定。不光你燃气公司有礼拜天，你就通知你们最高领导，就说公安局局长说的，马上集合。我不听你那么多理由，这一句话，现在是人命关天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我现在不是求你们啊，是命令你们，我10分钟之内我去接人，同时关掉南山附近的阀门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因为你耽误了时间引起爆炸，我第一个端掉的就是你燃气公司。过来，陆局，跟我去几个人到燃气公司抓人。抓人？啊，不是，去接这个抢修人员，同时以我的名义通知市局、分局、派出所的，还有110消防的，除了指纹人员以外，其他到这里集合。是。刘妈妈，张校长会把我们都救出去吗？等张校长出去，把警察叔叔找来了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可是，不知道校长能不能顺利到达外面，万一被绑匪发现就惨了。他们会杀了校长吗？啊，说不定连我们也会一起杀掉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只要我们乖乖的待在这里，校长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。大家不要担心。我们要听校长和刘丽妈妈的话，千万不能让绑匪知道校长去哪儿了。你们不要再胡乱担心了，外面的叔叔不会伤害我们的，他人很好的。大家要安心等待校长回来。我的判断基本跟杨队一致，绑匪只有3个人，他们跟人质应该是扎在这个区域，几个房间应该相互看不见，所以我们是有空间进行突破的。最恶劣的情况就是神枪手同时爆头。说得清醒，排放瓦斯需要时间，看来我们的谈判还得持续一段。徐坤，你赶紧跟局里的信息中心联系，我要这3个绑匪的所有的资料，从小到大，越详细越好。好。来，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！反了你了！反了你了！干什么？惯你了是不是？上！他再不回去，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儿告诉你们头头。好，你告去。我上回没搞定你，你是不是来劲了？我领着你告去，走，告去。杨老师，告诉孩子们，那叔有病，该吃药了。
苏局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这都什么几个人了，分秒必争嘛。哎，老孟，来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南汽公司的负责的，这是我们的特警队杨旭队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归他指挥。好的，杨队长。你好，杨队长，请您把你们遇到的情况尽可能详细的告诉我们。说话呀，哑巴了，说。他去哪儿？刘老师，刚刚才说好的要互相信任，你这样我怎么办？乐乐，乐乐，到树这来，乐乐来，到树这来，来，乐乐，乖，来来，乖，到树这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不怕不怕，不怕，哦，好好好。我求求你，不要惹儿，我求求你！少废话，再不说我就打死他。陈老师，你要再不说，必须得吻死。我们是不是要找话题牵制他们的注意力？当然，维修队跟排爆队动静很大，虽然入口离他们很远，但是保不齐不被他们发现，所以我们隔几分钟就要往里头打电话，而且得聊一些跟交易无关的话题，是他们感兴趣的。所以我需要的资料越详细越好，这样才可以牵制住我。可是我们这个时间跟他们漫谈，会不会让他们认为咱们心虚了？我们当然心虚，人命关天，不心虚反而不正常。我就要他们觉得我们心虚。明白了。刘老师，我答应不伤人孩子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校长在哪了吗？真不知道校长在哪。刚才孩子们都惊吓过度，不容易安抚下来，这都睡着了。你睡着了。是他突然冲进来把我们才吓醒的。
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校长不见了。我看起来很像个傻子吗？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校长在哪。也许，或许校长去上厕所了。上厕所？李薇，你们去帮刘老师找找校长，别因为误会伤害了。请坐。水拿过来，跟他大伙划等待啊！老姜，老姜，进展比我想象的要快，后局还只有2下子。根据我们研究的方案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半小时就能搞定。我会牵着他们，我正准备给他们打电话呢。干嘛主动打电话？主动才叫牵制，被动不就成托词了吗？明白。发现什么了？可能里面出状况。目前警方动用的是最高级别的谈判，但现场还在搜索当中，没有任何警方和人质的出现。经过分析，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对峙阶段，我们会进一步跟踪报道。月月，擦擦手。
阿姨，我要和爸爸通电话。你爸爸在执行任务，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你看不住我的。阿姨可不怕你跑，因为我知道外面有2个警察会帮我呢。我爸给你多少钱？你这么卖力。我不是为了钱，你爸爸是救人命的，我必须支持他。他不是救命的，他是害人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看见新闻了吗？我爸爸就是谈判专家，但是你别指望他能救出人来。如果他不去，兴许人只能活着。看你说的，怎么会呢？听说你爸爸可是最好的谈判专家呢。但不是最好的警察。最好的警察应该击毙坏人，所以我要让他回来。月月，你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儿。如果影响了爸爸的工作，外面的警察可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阿姨，你带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天涯海角，哪儿都行。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叛逆呀？你真的认为我是好人？刘老师，你不怕死，我很佩服。可是巧了，我知道你怕什么。所以我把所有孩子带来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一个人要保住自己的尊严是需要付出代价。你答应过不伤害孩子吗？可是你不配合我，我也不是孩子。大家听着，我们把这个管道保护好，记住了。别躲！跟你们说不打你们，跟着我们走，走就是跟我们走，就是走，走，不是就是。这个，快点！快！来！刘烨，你来打。挂了。接着打。江月成，看来我说的话对你一点用都没有。大家只是各自沟通一下想法，别那么紧张。你别紧张。规定时间还没到呢，别太草率了，再好好想想。你说的对，我也紧张。你们那边老出意外，人命关天嘛。对，是发生意外了。特别好，吃了个孩子。你信吗？
是不是真的发现什么了？我估计的没错，里面出状况了。什么状况？凶器难料。